来到高雄的美浓，当地有一个精工社区。50多年前，伫咧云南缅甸烧钱的士兵，因的惯习就是由政府安排来住伫遮。嘛，因为因的到来，甲在地客家文化融合，所以为风土民情到食食的料理，拢非常的丰富。 这部电影意象是表述来自滇缅地区的士兵因为战乱拼死奋斗求生的故事。现实生活中，这阵异乡的孤军50多年前，伫政府安排的定期伫屏东甲高雄4个聚落，其中维权甲单身者就住伫高雄美浓的精工社区。 穿民族风的服装跳舞，桌顶所摆的是异国风味的料理，非常澎湃，看起来真好食。可以做7级白过的料理。滇缅菜特色的，就是口味偏酸甜，佮小款的咸咸，上代表性的，都是云南的大薄片。 烘过猪头皮啊，放一寡香料、蒜头，还佫有土豆甲盐水，而且还佫有菜肴包小饱、包料鱼、牛肉煎瓜、甲白饭，拢真好食的美味。而且我要让人家怀念，我觉得做一个餐，怀念很重要。云南18怪就是云南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行为啦。 来看老厝的饼，有画真趣味的云南18怪，民俗风情画，高雄这个农村当中有上真实的四国九族的医学文化。我们用饮食的这个文化做一个传承。来高雄美浓这真特殊的农村社区，尤其对丰富多元的文化中享受美食，嘛感受惊喜。